影帝梁朝偉有對識講嘢同埋做戲嘅電話，不過早前佢喺社交媒體話，原來自己患有社交恐懼症好多年，所以唔係好知道點用說話表達內心，反而雙眼更加全神。社恐嘅特徵可以呈現喺心理同生理兩方面喎。心理上面好驚同陌生人接觸同相處啦，咁同時亦都好怕自己成為焦點，所以會選擇沉默，甚至乎係會同人哋傾偈合作都驚，因為怕自己講錯嘢，尷尬出醜，驚人哋評價自己。生理上，例如面紅、手震、腳震、聲音震抖、嘔心出汗啊、說話困難啊、胃部不適等等，呢啲症狀咧，其實會加劇佢哋對自己嘅負面睇法嘅，繼而進一步去逃避社交，慢慢就會影響咗自己嘅人際關係同埋日常生活。社交恐懼症嘅成因可以有3方面：遺傳、腦神經分泌傳送失衡同埋後天環境影響。例如曾經經歷過啲唔愉快、尷尬，又或者係恐懼嘅社交場合啦，又或者係曾經經歷過家暴、欺凌同埋被拒絕嘅心理創傷，呢啲都有機會引發社交恐懼症。除咗藥物治療，亦都可以運用表達藝術嘅心理治療方式去克服社交恐懼。偉仔曾經講過咧，佢係一個唔善於用言語表達自己嘅人，所以佢透過戲劇用眼神、肢體語言，反而更加有效可以表達佢自己嘅內心世界，衝破言語嘅限制。我哋講嘅表達藝術治療，正正就係運用緊戲劇、視覺藝術、舞蹈、音樂、文字等等唔同嘅藝術創作方式，打開自己嘅內心世界。下一節翻嚟，我會示範下點樣用藝術去克服社交恐懼呢樣嘢。